这节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8号，公元2017年6月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的2位圣人思想讨论会；达赖喇嘛尊者会见美国埃默里大学学生；联合国授权人权事务负责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扎西汪丘和尼玛拉姆案；欧洲议会助理代表团表示支持西藏自由事业；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各项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5号，在印度国际中心德西穆克礼堂，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前人民党领袖阿伦肖里先生就围绕19世纪极富影响力的印度神秘家及瑜伽士罗摩克里希纳和印度教著名上师拉玛那马哈希2位圣人思想进行了讨论，并揭幕2位圣人这本书。此次的论坛会上，还有印度前副总理阿德瓦尼、印度前法学家法利萨姆纳曼和印度前外交秘书等重要人士出席了该论坛会。该论坛会上，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今天，当我同你们印度朋友在一起时，我感觉到，我虽然是藏人，但是在学习印度本地文化方面，我可能比你们更印度，因为我是通过学习古印度那兰陀传统文化，消极情绪和充实内在价值观。尊者还强调，一定要恢复古印度传统文化。I think I'm more Indian than you Indian here. The modern Indian, not much knowledge about 1,000-year-old your knowledge, how to tackle our emotion, how to strengthen our inner, deeper value. So I always describe we are chela of ancient Indian guru. So we kept over 1,000 years these also the ancient Indian sort of the wisdom. 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前人民党领袖阿伦肖里先生表示：“您对印度所有宗教和非宗教徒的一视同仁和尊重，让我刮目相看。我想你就是我的老师。”而在5月2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宫顶会见了来自美国埃默里大学参加西藏身心体验海外夏季课程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并对学生发表讲话。随后回答学生们对现代教育、佛教和西藏问题等方面提出的问题。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向在场的学生和教职员表示问候，并指出。So now, this physical level, now 58 years, now India is my second home. Then mentally, on the level of brain is concerned, since my childhood, I always. 가져도 그래. 그러면 now since I think 6-year-old already start the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So we physically now refugee and stateless. But mentally, India is our spiritual home or our home of our knowledge. So like that. And with India's freedom, a lot of new opportunities, meeting with different people and different people from different spiritual tradition, and particularly scientists.
此外，本月26号，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组成的一个联合组织发表了有关西藏人权捍卫者、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汪丘和西藏康区礼堂高僧已故丹增德烈仁波切的亲属卓嘎拉姆和尼玛拉姆的案件，向中国政府联合发出声明。声明指出，联合国5个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即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文化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保护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于2017年2月10号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扎西汪丘的案件。该声明指出，专家对拘捕、最初单独监禁及继续拘留扎西汪丘，以及拒绝对他进行刑事调查的违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并指出关注以分裂主义的行为将合法刑事言论自由和捍卫文化权利被定为犯罪行为，同时关注他在拘留期间的身心健康状况。有关卓嘎拉姆和尼玛拉姆的案例，促进和保护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负责人、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分别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信息。与此同时，由欧洲议会资深助理组成的7人跨党派代表团于5月21号至5月26号访问了达兰萨拉。在此期间，该代表团4名成员还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国当局强拆拉鲁五明佛学院、西藏人权状况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表达强烈关注，并对藏人在流亡社区完好保存西藏传统宗教文化，以及流亡藏人对西藏自由事业所体现的自由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赞赏。陪同代表团参访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办事处对欧盟宣传工作负责人仁增曲珍女士表示，此次的欧洲议会助理代表团参访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是让欧洲议会议员、助理和员工了解和认识流亡藏人社区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的各项最新消息。5月27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东京办事处举办了西藏历史文化介绍活动。日本藏传佛教研究学者石原美子博士在介绍会上向与会的日本民众介绍了藏传佛教的演变、日本人在学习藏传佛教的过程、吐蕃赞布统治时期西藏的文化与佛教的盛行、中国入侵西藏、西藏地缘政治地位、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以及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等。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东京办事处代表隆多先生在会上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和驻日本办事处的各项工作情况。主办单位还向民众展示收藏的藏文书籍和经典，以及西藏的传统服饰等。另外，5月13号，藏人行政中央驻莫斯科办事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到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当地佛教徒和西藏支持者在莫斯科夫斯基火车站接待了戴洛仁波切。戴洛仁波切在圣彼得堡酒店举行了题为《21世纪的佛教与西藏》的演讲，并向与会人士们介绍了在中共当局的高压政策下，目前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这一活动由当地佛教团体组织。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